文化部先前公布2016年重要传统艺术同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者，如系人间国宝，有9位艺师一类团体，其中乃水师傅韩国系头一摆本人生日批，也摆有33年咯。其中一对傅明光系新竹竹东行人，77岁嘅还系洛神体古迹同历史建筑嘅修整工厂，佢而头位体福等亚队当中工作。傅明光唔单止手艺过好，各种传统建筑工法，像废材、剪叶、路口唔忘意，难怪大家都讲伊系客家传统建筑嘅教科书。也只个是新竹县天古迹北埔永保工厂，一下身体长，工厂做到第3期，永保是喺北埔最大嘅家厝。工厂係個有名嘅師傅起嘅，1924年做好，工廠都為廢材、石雕、木雕一等優秀，個有藝術價值。本期的修复工程就是钱塘的修复工程，其实它所有的屋脊、龟带全部都是原本保留的，它是用一个吊脊的方式把它整个支撑起来。那傅师傅他进来的时候，是从原本吊脊这个部分逐步的它做支撑，然后结构补强，然后最后把整个屋脊给完成起来这样子。睇現場站嘅老師傅，沙沙就擔落耳坎。強強嘅用暗力臀牙靠出外用嘅態勢，77歲嘅藝術師傅傅明光，固體不放過，整體鬼牙，也一股可能出外股股嘅招生。一把設計啊，睇哋話諗啲啦嗬，睇哋本來會想睇啊嗬。牙一地嗰夜揾一地，傅明光大靠大送上愛屯牙，改到客家冷條，特地出來保持強用安法，就改到為咗好嘅，冇將到師傅實發現有哪種唔好食，一拿把起牙就必咧，個數要愛再個改過。也是因為嘅萬土冇重要，幅度不一樣，萬土冇重要，各沙一擺擺萬土啊。就冇重要開始啦，啲牙係彎圖啊，啲係彎嚟啊，然後你係彎圖啊，就冇佢相通啦，唔係當圖啲樣嘅，唔係當咩樣嘅啦，打完呢個拗到啊，唔順啦。雖然做就做得南前頭農順呢，唔過佢見嘅傅明光當然係喺北上北下，睇復當個鬼牙，還佢有一項模擬調嘅數意，做藝術嘅就說到位起，因為愛鬼牙前冇鋪防水潭嘅功夫，做就模擬調得咧，也未實質到其喺一下，真估計韓國歷史建築一等重要嘅人才。親信同愛冇卡是同愛共提下，我讓佢強啊！以前我都讓佢講冇拍沙唔會講咁嘅意思嚇，拍沙講係種事就做唔得咁嘅啦。也要佢也要喊過，呢圖上也要喊過，上班啊時班啊已經買來啦嚇，你看到通幫時，然後那時候講啲人嘅係唔好，會流水，講摸左幫水潭會流水，哦，嗰時我嗌啲人去嗌啲做就唔會，就要發到嚟啦。这傅師傅他的做法非常的特別，他在每一個瓦籠的只有支撐點的部分，他會打上灰漿，所以他整個屋頂其實非常的輕巧通風，所以他的這個做法在其他的師傅來講，其實他就是一個關鍵的那個就是問題點，其實沒有人會做這樣的東西。那這個方法其實並不是在傅師傅的手上是獨有，他今天非常的特殊，是說傅師傅把當初老師傅教給他的手藝一直保存到現在。傅明光今年係本文化部自天數人間國寶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嘅保存者，也咪係文化部人間國寶名單上頭一排有藝術師傅。傅明光對16歲去學師嘅意思，做得講當年就去生活，按嚟演繹咧已經高為高質。你按嗰時啊，佢見得參得嘅，當我學師嘅時啲啦，以後啊，全部係佢18部平房咧。你係牙是唔流行咧，行牙學師即係連呢個牙也要，乃全部要做兩錯，行過了即係行石腳，一開那啲就外做，當班呢行石腳，當角個皮，連做行個半角個
都爱。那做行当高手通忙爱是爱做不到，啊，看过你才晓得做。个行个慢慢哦，你也别要弹起来，木头啪啪切，唔系用今日自采所按撸下去哦，啊，按做好高皮，唔系当你系高个皮哦，做个系高个皮，做个系高皮哦，你也冇因为当系四出人爱就教袂当系也咪扑街过。特别希望嘅对体力、对补偿可以详细斟酌。傅明讲，未学到嗰功夫，唔但请要有5项八卦嘅基础，未要有极力测寸嘅中庸功夫，能起嘅出基础，做人家嘅活係来舒适嘅活嘅。你基础多即係納掛，一天係納掛，納掛你5項唔好咧，你鋪上啊先做上來，一天就合蛋鋪，哦合一個天井蛋鋪，哦仲有吉利嘅鋪數。啊，就魯班見嚟鋪數容易做，佢發之後將來田咧，先先你要做長三長四，自覺沙注意嚟注意哈。我畫的，啊，這邊都是我畫的。經驗相片講等也按多年來以起嘅活嘅描述也到。傅明講唔單止有改造美術藝，就連客家傳統建築多項嘅廢材、檢驗也到功夫，就靠唔幫佢。早地講，伊就係客家傳統建築嘅一本真人教科書。佢打上嘅係，一下早地講全無後生嘅上愛來學。你按幹苦嘅時，你阿人哦沒辦法，因為你阿人我啲學些不願講、不願罵、不願想，都不一定冇壓。伊想呢，讓我哋講，我就學到咧，錯冇？唔係同見，講，我唔先講，回家了哈，你講啊，我照講啊，冇得做啦哈。聽到傅明講，做事作為20年嘅細郎林富學，勉強做得講，就爭氣接唔到伊嘅腳嘅。當專業經業啊，伊後上網，當上網，伊有上進哦，天氣咁多。真緊的，動手咧，我都愛做東方70歲以上的，有上進冇辦法，我只有上。喺工體做事作為60年，傅明講一切都有一個一等獎嘅護數，等等佢來去做。我做一輩子，供他做一輩子，幫忙他做一輩子，兩個人手牽手來做，做來給人家看成功，我們就好了，滿足啦。傅明講，堅持要屯老祖公嘅建築技術保留下來，就算頭時變拍嘅，亦係喺該用錢、該10萬嘅起到現場落實去做，出嚟1年嘅汗水水，又係奶又係火焰熱咧，真見看到人讀福。